親愛從天而生嘅聖徒們，天父以佢嘅道將我哋聚集埋一齊，呢一個啟示嘅證實俾咗我哋刺激。神喺創造以前就選擇咗我哋，因為佢知道我哋會因自己嘅選擇而忠於佢嘅道。讓我再講一次，好讓你深深咁樣體會，神觀察整個時代，直到最後，佢睇見我哋，你聽到嗎？佢睇見你，睇見我。神愛我哋，因為我哋自己選擇咗要與神嘅道同在。就喺嗰個時候，神一定召集咗佢所有嘅天使同埋基路伯，指着我哋講：呢一個就係佢啦，呢個就係我嘅新娘，呢一個就係我一直等待嘅人。就好似約翰一樣，呢一個就係我哋大叫大喊嘅原因。讚美主，我哋被新酒刺激，知道我哋係神嘅新婦。就好似傑弗遜維爾呢個禮拜所下嘅雨同埋雷暴，我哋亦都向世界發出警告。新婦正在經歷啟示嘅雷暴，並產生啟示嘅閃電流。新婦已經做好準備，並認識到佢哋嘅身份，立即前往安全嘅地點，按下播放鍵，或者被毀滅。我哋唔係活喺獅子嘅時代、牛嘅時代、人嘅時代，我哋活喺鷹嘅時代。神已經派咗一隻大能嘅鷹，馬拉基書第4章嚟到呼召同埋帶領佢嘅新婦。呢個星期日，我哋將團結埋一齊聆聽第4印。呢個係何等合時呢？呢個將係神嘅大能嘅鷹先知嘅生日，讓我哋慶祝呢一個美好嘅日子。感謝主差遣佢嘅鷹嘅信俾我哋，神差遣佢嘅鷹信嚟到呼召我哋，並啟示佢嘅道。約瑟伯南翰弟兄，信息第4印，錄音帶編號63長環0321。時間：傑弗遜維爾下午12點。準備要讀嘅經文有：聖馬太福音第4章全章，聖路加福音24章49節，聖約翰福音第6章63節，使徒行傳第2章38節，啟示錄第2章18至23節，啟示錄第6章7至8節，啟示錄第10章1至7節，啟示錄第12章13節，啟示錄第13章1至14節，啟示錄第16章12至16節，啟示錄第19章15至17節，創世紀1章1節，詩篇16章8至11節，撒母耳記下第6章14節，耶利米書第32章全章，約珥書第2章28節，阿摩司書第3章7節，馬拉基書第4章全章。神賜福你，直到下一次，願你平安。